府啊。陰謀論嘅支持者相信係由擁有巨大政治同埋經濟權力嘅強大精英人物組成嘅陰謀集團啊，佢哋正正係密謀實施緊一個極權主義嘅單一世界政府。對好多呢啲陰謀論者嘅研究，佢哋相信呢個 New World Order 係要通過呢啲好盛大而持續嘅陰謀嚟實現佢哋呢一個主義啊。呢個 New World Order 係從一啲暗中去影響一啲媒體啦、新聞啦、公民社會啦，同埋一啲民主嘅制度啦，好多重大世界嘅事件呢，同埋危機啊，都係被歸咎於呢個 New World Order 嘅。就例如香港最近發生咗一個好大嘅事件啦，一個好悲痛嘅事件啦，我亦都喺社交媒體裏邊呢見到好多人係 call 呢一件事呢係 New World Order 其中一個部分嚟啊。一路以嚟啊，世界好多不同嘅大事或者一啲比較影響世界嘅人物，譬如 Elon Musk 啊、Donald Trump 啊，甚至孫中山啊，即係好多呢啲都會咧係被形容係光明會嘅成員啦，亦都係參與緊呢個 New World Order 嘅一啲重要嘅人物。而呢啲金融海嘯啊、911事件啊、COVID-19 啊呢啲好多世界曾經發生過啲大事呢，亦